在户外，幼稚园孩子好开心。表演客家童谣，不全都是客家孩子，但因为老师的有心带领，都成了客语小尖兵。挥汗扮演八公八婆，周文美和周文燕这对客家姐妹花有志一同，想让更多的孩子会说客家话。当孩子从不会到逐渐会，客家语言的根就有机会开枝散叶。老师的身教很重要，对，你怎么教小孩子就怎么学。在课堂上，我们就会跟他们讲一些最简单的吃饭啦，好，就是打招呼啦，最简单的打招呼的口。是报嘛？对，是报嘛，是报嘛。新台尬。说学逗唱，把敬老尊贤、品格教育寓教于乐，还有响板节奏表演。学习好玩吗？孩子脸上的笑容是最直接的答案。要正经中后告啊，就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好想试一下。矮送吹哈，我想试一下。哦，他们好热情，他说矮都在搞你，我可以教你，对不对？那你教我，来怎么敲？好直接的回馈，孩子们让你感受到文化向下扎根，有心处处是机会。如果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，客家话要说什么？来讲，台尬好，我台尬阿志生。小鸭子有好可爱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本来就会讲客家话了吗？会了，会了。老师教的吗？教的老师教的。哦，那你刚刚唱客家歌都会唱吗？会。科学家康德说，手是外部的脑。敲竹板唱童谣，透过这种高趣味的游戏，唱一唱、跳跳，刺激学习，也让快乐的客家种子就此传递。矮送吃哈，矮做的讲，矮送吃哈，矮做的讲。